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，伫6月21日要伫立法院来表决。民进党团是赶紧来展开青鸟行动去地方宣讲，争取支持。也来国民党嘛是同款发起行动来宣传理念。昨双方的阵营是伫台南拼场，有反对修法的民众是提标语走去到国民党的现场，引起支持者的不满。加在警方是赶紧甲人隔开。 捍卫民主。9点也未到，就民众来到现场支持国民党所发起的拿奖行动。对总统赖清德本命区台南市开始，有加举行上百场的演讲，让民众了解国民党推动国会这款修法的用意。这些法案的过程跟法案的意旨，最后是要达到什么目的？跟民进党对你宣传的到底差在哪里？那比对以后。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。国民党立委谢龙介是较心者人拢到现场来演说。谢龙介强调，活动是民众自发性参加，显示民众也想要了解改革国会理念。只是场外一度有人也反对票据，引发国民党支持者不满，最后受警方介入，甲双方隔开。 民进党伫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了后，规划青椒路乡活动，拜六下晡这场活动相款伫台南举行，党内台南市6席立委全部到位。我觉得国民党啊，对整个国会的这个乱象、国会扩权以及立法院执行行使法真正的内容不敢告知给人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是违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乱政。 国会这款修法复议案要伫2月立法院表决，为了争取民意的支持，民进党第2场宣讲活动选伫台南来举行，拄着朝野阵营拢想要讲出理念，也出现国民党甲民进党伫台南拼场的场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